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lian， 歡迎返到嚟我嘅 channel。今日呢，我哋就會由東京去伊豆啊。咁我哋呢一程車呢，就係我期待已久啊，搭呢個勇子號。咁而家呢，就喺東京車站，準備搭11點鐘嘅車呢，就會去伊豆高原嘅。咁我之前呢，就已經喺網上面搶咗一張非常之珍貴嘅 Premium 車飛。呢條片嘅最尾呢，我就會分享下點樣可以搶到呢個車飛嘅。勇子號係連接住東京同埋伊豆急下田站嘅 JR 列車，而我哋搭嘅 Sophia 勇子號呢，就係屬於勇子號裏面嘅觀光特級列車啦，即係可以當係高級版嘅勇子號啦。Sophia 喺法文裏面呢，就係代表藍寶石，代表住伊豆一望無際嘅海景同埋天空。咁 Sophia 勇子號呢，就係由東京站出發，會經過例如橫濱啦、熱海、伊東、河津等等嘅車站嘅。呢架車嘅特別之處呢，就係佢全架車都係 Green Car， 即係全架車都係好舒適嘅指定席，而我好辛苦搶到飛嘅呢，就更加係當中唯一一卡最高級嘅 Premium Green， 得20個位嘅咋，所以我為咗 book 呢張飛，事前都做咗好多 research 嘅。換車飛嘅地方就係喺呢一度啦，咁你哋揾 Akinet 呢一個位啦，即係新幹線啦，特急呢一個位，跟住去呢指定席嗰啲機嗰度呢，掃個 QR code， 咁就可以換翻兩張飛噶啦。落到嚟 B1 呢一層係有一條便當街。連金盤都有啊！好多三文魚子要吸引，哇！仲有鰻魚飯。東京車站真係超級多人，你唔行嘅話就會俾人推走。喺個車站閘內咧，有呢間 Trainy Arts， 就可以揾到一啲鐵道嘅 souvenir。搭勇子號咧，無論你係搭特急定係搭Sophia， 我哋搭呢隻咧都係喺9號月台去揾東海道線就得噶啦。而我哋咧就係買咗1號車廂，就係 Premium 嗰隻，即係最貴啦、最舒服嗰隻。喺月台嘅地下度揾翻呢個1號車牌。Premium 車卡總共有20個位，每2個位一行，每個座位都好闊落，同埋好似按摩椅咁樣包圍住你。手柄嘅位置咧可以打開，拎張台仔出嚟食嘢或者做工作台。每個座位都係2段式嘅電動椅設計，就咁將椅背拉後又得，想舒服啲嘅升起埋個腳枕又得。仲有一個再犀利啲嘅功能，就係成張凳都可以旋轉，睇風景一流啊！每個座位仲配備咗叉電位同埋閱讀燈。Premium Car 仲有天窗噶，除咗睇海景之外，仲可以睇埋個天啊！車卡裏面都有足夠嘅空間擺放大型行李。2號同埋3號車卡咧就係呢啲包廂嚟嘅，咁就係可以放咧成家人坐啦。可以有啲房咧就係放6個人嘅，有啲就係放4個人嘅。咁呢啲車廂咧，網上面咧係買唔到飛嘅，一定要去 Ticket Office 嗰度買嘅。跟住嚟到餐車啊，哇！已經準備菜肴啊，咁佢個大細就係咁啦，大概坐到10零個人咯。咁可以事先喺網上面咧訂咗餐先嘅。個菜單係由中餐廳 Miyu 去定製嘅，官網上面就已經可以睇到所有嘅菜式同埋價錢噶啦。不過我哋搭嘅嗰班車咧就冇甜品提供嘅，
咁我哋見鹹點嗰個 menu 咧就唔算好吸引，所以就冇訂到啦。跟住5至8號車廂咧就係呢一種，其實都係 green car 嚟嘅，不過就會係3個位一行咯。喺頭先個便當街，我買咗2個便當，一個係金冠啦，即係前草好出名食壽喜燒嘅金冠啦，仲有呢一間呢個咧就係有三文魚親子檔，係有熟咗嘅三文魚同埋三文魚。咁坦白講咧，呢個金冠嘅牛肉便當咧，同喺餐廳度食嘅質素比咧，真係相差有啲遠嘅。反而呢個三文魚親子檔咧，仲好食啲。如果係由東京搭去伊豆方向嘅車呢，想睇海景嘅話呢，就坐 A 座位會好啲嘅，同埋要避開啲窗框位嘅話呢，就記得要揀雙數牌啊。咁一個好誠實嘅分享呢，就係由東京去到我哋落車嘅伊豆高原站呢，其實唔算係好多路段呢都係貼近個海嘅，好多時都係有啲樹啊或者建築物呢會喺前面嘅，應該係要再向南啲行呢先會睇多啲海嘅。想睇海景嘅朋友就可以參考下啦。為咗買到呢張 Premium Green 嘅車飛呢，我係試咗2個方法嘅，好彩最後係成功咗嘅。咁究竟嗰2個方法係點樣做，同埋有啲咩優缺點呢？首先最大路嘅方法呢，就當然係 JR Akinet 嘅網上面呢等佢公開發售啦。咁同一般嘅 JR 車飛一樣，Sphere 勇子號嘅車飛呢，就係喺你乘車日之前嗰個月嘅當日日本時間早上10點開始正式發售嘅。例如你想買3月1號嘅車飛，就要喺2月1號上網購買啦。但係呢個 Premium Green 嘅車飛咧係好搶手噶，好多時一公開發售咗幾分鐘咧就已經賣晒噶啦，所以我都用埋第2個方法，就係事前售付。事前售付係一個俾你喺公開發售之前預先落 order 嘅一個機制嚟嘅。咁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呢？睇咗我呢個例子咧就會明噶啦。我 cap 圖嘅當日咧就係1月31號，咁理論上3月1號或之後嘅車飛咧係未公開發售嘅，但係喺呢度你會見到3月1號至7號嘅車飛咧係有事前2個字嘅，即係接受事前售付預訂嘅。例如我想買3月2號嘅車飛，揀好咗車站、時間同埋人數之後呢，入到呢個版面就會見到你所揀嘅班次，呢度亦都列明咗佢係有 Green 同埋 Premium Green 2種車卡嘅。咁接受事前售付嘅截止時間呢，就係乘車日之前1個月當日嘅日本時間早上9點54分，因為去到10點呢就會變成公開發售噶啦。咁既然有得提早預約，點解仲要等公開發售嘅時候先搶飛呢？就係因為事前售付係唔包保買到飛噶。佢只係喺公開發售開始嘅時間，即係10點鐘，用電腦根據隨機嘅次序幫你去 book 飛嘅啫。即係話有可能你人手撳中快過個電腦㗎。當你確認咗接受事前售付嘅安排之後呢，就會嚟到呢個版面，揀翻有鑽石型 logo 嘅 Premium Green。留意翻呢度 show 嘅8660 yen 呢，只係 for 你 top up 去搭呢一個 Premium Green 卡嘅。你另外仲需要一張普通嘅乘車券去入閘嘅，可以喺網上面訂埋一張紙嘅乘車券啦，或者如果你有 IC 卡嘅話呢，到時嘟 IC 卡咧都入到閘噶。之後就可以揀你嘅心儀座位，包括想唔想一齊坐啦，仲有係想坐車廂嘅邊個位置，包括係任何位置啦，前後或者中間嘅位置。你係可以揀最多3個唔同 preference 嘅座位嘅，就好似揀學校嘅3個志願咁啦。跟住有埋信用卡嘅資料，咁就完成噶啦。之後就會收到一封 confirmation email。咁另外呢，我都有喺等到公開發售嘅時候搶飛嘅，個版面呢同事前售付呢個差唔多，所以我就唔重複啦。咁究竟到最後我係靠邊個方法買到飛呢？就係人手搶飛，我都冇諗過我隻手仲快過個電腦啊！我由入去揀位、俾錢、等埋個 confirmation email 都只係用咗5分鐘啫，再過多5分鐘我先收到個 email 通知我事前售付申請不成功。其實我嗰時係好開心㗎，因為如果我兩邊都 book 到要退票嘅話呢，每張飛就要俾340 yen 嘅手續費㗎啦，所以我覺得而家係最完美嘅結局啊！
咁到底根據我嘅經驗，我會推薦用邊個方法呢？首先，人手搶飛咧就一定要做嘅，因為事前售付唔包保買到飛啊嘛，咁命運都係掌握喺自己手中好啲啦。但係我都建議去做埋事前售付嘅，除咗可以買個保險之外，最重要就係可以提前試到邊張信用卡係俾到錢嘅。以我嘅 case 為例啦，我試過用 HSBC 嘅 Visa 咧就係俾唔到錢嘅，之後轉用 Citibank 嘅 Mastercard 咧就俾到錢啦。所以我去到人手搶飛嘅時候就唔使逐張卡試啦，同埋做事前售付就可以確保你開咗 Akinet 嘅 account， 咁去到人手搶飛嘅時候咧就可以即刻 log in 到啦。不過要留意翻，事前售付咧係淨係喺日文版嘅網站先可以做到噶，中文或者英文版咧係冇噶，所以大家可以參考翻我之前 step by step 嘅教學。咁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幫到大家 plan 行程同埋買車飛啦。下一集就會講下我哋喺伊豆去咗啲咩地方，同埋住咗邊間一泊二食嘅溫泉旅館。記得要 like 呢條片 ，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撳着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